Hello，大家好。你哋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你眼前呢個世界，你張台、你部電話、你間房，甚至你嘅身體，到底係真實存在，定係只係你意識嘅投射？如果你覺得呢個問題太哲學，咁我換一個問法：你嘅念頭可唔可以改變物質？你嘅情緒可唔可以影響你嘅現實？咁樣，量子物理嘅發現點樣支持靈性觀點？觀察者效應係啲乜嘢？點解咁重要？情緒同能量點樣轉化為物質？同埋最重要嘅係，你可以點樣運用呢啲知識？今日我哋探討一個核心主題：靈性同埋科學嘅交匯，意識點樣可以直接塑造物理現實？好，準備好，我哋一齊開始。我哋讀過嘅牛頓力學話俾我哋知，物質係實嘅，物件有固定嘅位置同埋情態，世界係機械式嘅，因果關係清晰。但係20世紀初，量子物理學嘅出現，顛覆咗呢一切。量子物理學發現咗乜嘢？第一，物質係空嘅，一個原子99.999%係空嘅。中間有原子核，外面有電子，但係中間絕大部分係空間。如果你將一個人類身體入邊嘅空拎走，剩下嘅物質只係一粒沙咁大。第二，粒子可以喺多個地方出現。喺量子世界，一個電子可以同時經過兩個唔同嘅罅，好似佢分身咁。第三，粒子嘅狀態取決於被觀察。呢個係最震撼嘅發現。相逢實驗，科學家用電子做咗一個實驗。當佢哋唔觀察電子嘅時候，電子好似波咁樣行，同時經過兩條縫。當佢哋觀察電子嘅時候，電子好似粒子咁行，只經過一條縫。換句話說，觀察者嘅觀察改變咗被觀察嘅對象。咁呢個發現有咩意義？如果觀察可以改變電子嘅行為，咁意識係咪可以改變物質現實？呢個就係靈性同科學嘅交匯。好，我哋啱啱講完量子物理嘅基礎，我哋而家進入核心，就係觀察者嘅效應。乜嘢係觀察者嘅效應？簡單講，你睇嘅行為改變咗你睇嘅嘢。喺量子層面，一個粒子處於多種可能性嘅狀態，直到有人觀察佢，佢先會變成一個既定嘅狀態。呢個發現俾靈性導師帶嚟乜嘢啟發？如果喺量子層面，觀察者影響被觀察者，咁即係你嘅意識唔係被動咁樣反映現實，而係主動咁樣創造現實。每一個念頭，每一個情緒，每一個信念，都係一個觀察喺度塑造緊一個可能性，成為你體驗到嘅現實。好多人問，咁點解我諗我要有錢，但係仲係咁呢？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。你嘅意識唔單止包括你嘅表面念頭，佢仲包括你嘅潛意識信念。如果你表面話我要有錢，但係潛意識相信有錢人先有錢嘅，我唔值得有錢，咁你嘅潛意識觀察會勝過你表面嘅念頭。觀察者效應嘅三個層次係：第一，念頭，你諗乜嘢就會吸引乜嘢；第二，情緒，你嘅情緒係念頭嘅放大器，恐懼會吸引恐懼，愛會吸引愛。第三層係信念，呢個係最深層，你相信嘅係真嘅，就會發生喺你嘅現實。你可能會問，我嘅情緒點樣變成物質？生物學嘅解釋係，當你有一個情緒，你嘅身體會分泌對應嘅化學物質。恐懼會變腎上腺素、皮質醇，愛會變成催產素、多巴胺。長期處於一種情緒，會改變你嘅身體結構，肌肉繃緊，
免疫系統改變，甚至係基因嘅表達。能量學嘅解釋係，情緒係能量嘅流動。當情緒被抑壓，佢會卡住喺身體入邊，變成能量塊。就好似念頭係種子，情緒係水。一粒種子念頭，如果冇水，情緒係唔會發芽嘅。但係如果你加咗水，佢會成長、開花、結果，變成你嘅現實。所以點解單純正面思考唔夠？因為如果你只係諗正面，但係你嘅內心仍然有恐懼、憤怒、悲傷，你嘅正念念頭冇情緒嘅水去灌溉，係唔會成長。你需要先放下低頻嘅情緒，先可以有空間去感受高頻嘅情緒。好，講完理論，你可能會問，我可以點樣應用？應用一，觀察你嘅念頭，你嘅每一個念頭都係一個觀察，喺度創造緊你嘅現實。每日抽時間留意你嘅念頭，我成日喺度諗緊啲乜嘢？我嘅念頭係正面定係負面？我嘅念頭係恐懼定係愛？第二就係釋放壓制嘅情緒，你嘅觀察會被呢啲情緒污染，你可以用唔同嘅方法釋放佢，包括呼吸療癒、能量療癒同埋時間性療癒。應用三係改變深層嘅信念，信念係最深層嘅觀察。要改變信念，你要先睇到佢，然後重新編碼。應用四係練習有意識嘅觀察，唔單止要睇，仲要感受，感受你嘅愛，感受你嘅感謝。觀察1星期，睇下有乜嘢變化。應用五係想象你要嘅現實，視覺化係一種有意識嘅觀察。每日用幾分鐘想象你要嘅現實，越具體越好，越有情感越好。你嘅意識會開始塑造呢個可能性。如果咁樣講，我咪可以諗出任何嘢？咁又唔係啊！你嘅意識係眾多因素之一，仲有好多其他因素，例如集體意識、業力、靈魂契約同時機。咁係咪即係所有嘢都係幻象啊？唔係啊，物質世界係真實嘅，但係佢嘅真實係建基於意識，就好似你嘅夢。當你發夢，個夢係真實嘅，但係當你醒咗，你就會發覺佢只係一個投射。咁如果我唔小心諗咗啲負面嘢，會唔會即刻創造負面現實呢？咁又唔會嘅。一個念頭係唔夠力量，你需要持續嘅念頭加情緒加信念加行動，先會創造現實。我哋可以試下對一杯水有觀察。我哋可以先攞杯水，望住杯水，諗，呢杯水唔乾淨，好難飲。呢一個感覺係厭惡嘅。然後將杯水擺埋一邊，靜靜咁深呼吸。然後再望同一杯水，諗，呢杯水好純正，好滋養，充滿生命力。感受嗰杯水，同埋感謝佢。然後飲一啖。你覺得有咩分別呢？同一杯水，你嘅觀察改變咗，你嘅體驗亦都改變咗。呢個就係觀察者效應。你嘅意識創造咗你嘅現實。我哋每一個念頭都係一個創造，我哋每一個情緒都係一個放大鏡，我哋每一個信念都係一個過濾器。我哋唔係被動咁樣經歷現實，我哋係主動咁樣創造現實。好，我哋今日講到呢一度，拜拜。